大家平安，jauh-jauh tu cua kan teman-teman, nama kajina na sulivat. Saka tu cua kan teman-teman, aurita supui na kai nuat semas, imazai toa senai toa semas. Imazai toa taidai saka unma suratan, imazai toa itakaran patu sepatapuru katua roa karan. 诗篇106篇1到48节。Saka tu cua kan teman-teman, aurita supui na kai nuat semas. Inekano sinivici kimazai toa sisiu taya wai chua kina sarsanan. Saka kiku supui na demautian kida loai toa mana pada zakat ya tu cua vua nuat semat yang tina mapolat. Latina na pulingalingau toa mana ro sini pawai nuat semat tu cua kini davan pada zakat yang tina mapolat. Saka dawa-dawa kikena sumupu toa chua linau tian。上帝以仁慈待子民，要赞美上主，要感谢上主，因他至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谁能述说上主所做的大事？谁能尽述颂赞他的话？遵守他命令的人多么有福啊！始终伸张正义的人多么有福啊！上主啊，你善待你子民的时候，求你记得我，拯救我。求你让我看见你选民的繁盛，让我分享你子民的喜乐，跟属于你的人一同夸耀。我们跟祖宗一样都犯了罪，我们都作孽作恶。我们的祖宗在埃及时不明白上帝奇妙的作为，他们忘记了上帝屡次向他们显示的慈爱，他们竟在红海背叛全能者。然而上帝为了彰显自己的大能，仍然照应许拯救了他们。他斥着红海，海水立刻干涸。他带领他的子民走过去，像走旱地。他救他们脱离厌恨他们的人，他从仇敌手中救他们出来。但海水淹没了仇敌，没有一个人逃脱。于是他的子民相信他的应许，他们歌唱颂赞他。但他们很快就忘了他的作为，他们不愿意等候他的旨意。在旷野中，他们欲望无穷；在沙漠中，他们屡次考验上帝。他照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但也降疾病在他们当中。在营中，他们嫉妒摩西，对上主的圣仆亚伦猜忌，于是土地裂开，把大滩吞下去。他淹埋了亚比兰和他一家，有火降在他们同伙身上，焚烧了那些作恶的人。他们在何烈山塑造牛像，向所造的偶像跪拜。他们用那吃草的牛像替代上帝的荣耀。他们忘记了拯救他们的上帝，忘记他在埃及行了大事，在航行了奇迹，在红海行了令人畏惧的事。当上帝说他要消灭他子民时，他所拣选的仆人摩西向他力争，挽回了他的烈怒，解除了以色列民被消灭的危机。于是他们轻看那佳美的土地，他们不相信上帝的应许。他们在帐篷里埋怨，不愿听从上主的话，因此他严肃地警告他们，要使他们倒闭在荒野间，使他们的子孙分散各国，使他们在外国流亡。后来上帝的子民竟在
皮尔拜巴利，吃那祭遇死神的吃那祭过死神的祭物。他们的行为惹动上帝的愤怒，可怖的疫症传染在他们当中。但是菲尼哈起来惩罚罪行，制止了瘟疫的蔓延。这件善行被人纪念，从那时起直到世世代代。他们也在米利巴泉旁激怒上帝，因而连累了摩西。他们使摩西非常苦恼，以至于说了不该说的话。他们违背上主的命令，没有杀灭异族，反而跟他们通婚，模仿他们的习俗。他们杀了亲生的儿女，当祭物献给迦南的鬼神。他们杀了无辜的人，流自己儿女的血，去祭祀迦南的偶像。这杀戮污染了那地方。他们的行为使自己玷污，在上帝面前背信辩解。因此，上主向他的子民发怒，他对他们生厌恶的心，他使他们落在异族手中，使他们受仇敌的辖制。他们被仇敌欺压，没有丝毫自由。上主多次拯救他的子民，他们却宁愿走叛逆的路，更深地陷入罪恶中。可是他们一呼求，上帝就垂听，他顾念他们的苦难。为了他们的缘故，上主记起他的约，由于他的慈爱，他回心转意，他使俘虏他们的人怜悯他们。上主，我们的上帝啊，求你拯救我们，求你从各国把我们领回来，使我们得以感谢你，颂赞你的圣名。愿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得到颂赞，从亘古到永远颂赞他。愿万民同声说阿们，要赞美上主。爱主麻烦ima zaitwa taidai saka unma sulatan ima zaitwa ita kalam patu sepatapulu katu arwa kalam asini para loya pasamarau tanutin saka aichua mazaitwa ichua tasinupu atala pazangaran mavanai chua sangasangasan atasinupu 诗篇106篇1节，要赞美上主，要感谢上主，因他至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San paravatu toa cemas, karvau toa cemas, ayatoa nangwa arava seti madu, a kiliva ke ni madu pada mamili. Amen. Aicu mana tiakin tulu tu soa kadiam-diaman. Saka tu soa kadiam-diaman asini patervan tianuten那本来拉姆啊，克利瓦盖呀，超乎常理的爱。若说诗篇105篇论述上帝的慈爱与信实，106篇则是聚焦人的罪恶。这两篇诗就像一部影片，分成上下集。若只看其中一集，就无法了解完整剧情。诗篇106篇1到5节以赞美上主为开始，6到39节详述以色列如何背离上帝，40节到46节提到上主虽向以色列发怒，仍以慈爱待他们。47节到48节除了祈求上主拯救，也再次呼吁人要颂赞他。Aicu mana sini pasamalau tenting tu suaka jaman-jaman latina na kemelan latina ramaluai tu mana sini wici imazai tu senai imazai tu taidai saka
Unama sulatan ayakana pasamalau sakatu suaka daman asini pakini menimtianutin。上帝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爱我们，我该如何回应上帝超乎常理的爱？是那样dianutin maban naturta kinummin tutsat kini adavan latinana kemelan sajakinumenem。上帝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爱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忆上帝超乎常理的爱？是那样dianutin saka kainuli。慈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用完全的爱，永不改变的爱来爱我。我愿意常常纪念你的救恩，求你帮助我遵守你的命令，永不偏离。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Mali-mali tu soka jaman-jaman nama katina misra selanga sumupu toa kaino cemas latinana sudiva tu cuaca kini adawan 大家平安。